20位，哎呀，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คิน卡了吗？哎呦，这礼拜你望讲什么喎？这礼拜我有哪里嘉宾？那可能讲话个第三礼拜特别诶，个人讲这边，你听我佢听到把声个安怎？我講成大聲嘅事啊 ，sorry。即係禮拜我特別嘉賓呢，就是我人波士先生上帝唔是妹，hello 歡迎。สวัสดีครับครับแล้วก็即係到底上帝現場來聽，或來參我人嘅錄音嘅事，上帝驚，你殺幾句上話啫？สวัสดีครับครับสบายดีไหม他มีจะบีไหม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หรือโฮโมสบายดีซะสบายเหรอสบายสบาย我就知啦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สบายดีสบายดีสบายดีครับ即係本地小樂俾嚟教我啦嘛，小樂佢就做工同佢大漢呢畢業啊就做工。嚇，小樂有講什麼啊？嗰最主要講什麼？頭先你講你 forum 裏邊 PhD 啊，你講。PhD 應該係考嘛？大隻人你幾啊？點？哦，啊，咁你去上地？我上地做工啦。是啦，冇做保啊？冇啦，我係負責設定啦，所以我正做。哦，我想都是上人嚟。冇啦，你上人nào買咁啦เนี่ยไม่ใช่買係咪買隻啊ไม่ใช่唔是買菜啊買隻菜啊或者空啊咯你上地鏡來教人幾句上話你到了上地多落上地。等陣 before 我 start 時，我會教人講下各位聽眾啦。講落三條聲就巴嚟講下，就是因為迄個台灣嘅即個地震啊，地震啊，上地震即係卡吹歪去㗎啦，震個咧 internet 嘅線斷㗎啦，其實當叫哇，你 connection 冇咩好事。當然好咯，但我拍，但是我對拍電話，你上地夾拍伊電話，instead of 拍伊即個 computer，特別冇你打 up 嘅數啦，呀上地夾，嚇？你用假嘅嚇？係啦，但係是嘛，較早嘅事，你是假 key 嘅嚇，你假 key 嘅嚇，打 up，打 up 是叫做假 key，打 up 就打 up。我 WiFi 啦，我係白誒，我阿 boss 先生啊，隻 Google 都講話喎，你好冇？對咯，隻菇冇講話啦咯，隻菇啦，邊大嘅？啊，冇四起啊，我30半呢度，我30半啊，按照你刪嘢，唔知？介紹隻當嘢咩啊？你會頭條。OK，嚟講什麼啊？唔是講什麼，講 conflict 啊！住你又講嘅什麼？政治住講下政治事。誒，我政治呢時間住咪講佢咯，啲胡姐節目裏面。住咧，我未記喎。呢什麼嘢？哦，我頭成嘅事，我頭。嚇，我頭就講咯。OK，嚟到去教人句句正什麼啦？句句什麼？一杯健康。我未曉講意思啊。กินข้าวกินข้าวจะไปกินข้าวฮะกินข้าวกินข้าวกินข้าวเป็นทีนี้ตายก็จะง่วงนอนสิคุณไหมนอนตายก็มาง่วงนอน sleepy ง่วงนอนสิคุณไหม sleep สินอนไหมโอ้เดี๋ยวไอคุณนะโอ้ไอคุณsleepy ไอคุณเนาะลงด้วยเหรอ未有，我回到啦，抄落咗講啊，抄落啊，抄落嚟啊，琴晚佢梅你鼻妖，自己個卡萬真你梅佢，琴晚叫梅啦，嘿
嘿，通常你就咪講落咁嘢嘢臭落等嘛，抽落之後你咁樣，最幾個卡文殺你，嘿，咁啊，通嗰日你就話講臭落緊啲肉就以為，哎呀死我結錯了啊！臭落唔係佢腿咩？更開啊！佢腿佢腿。佢腿啊！佢腿啊！佢腿啦叫啲，帶嚟佢腿佢腿。佢腿佢腿。就冇興咯，又叫佢腿咯，佢腿。就冇興咩？時候落乜都上。抽落唔制啦。誒，但係你講，我但係你講，你教我講你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嘅你สวัสดีค่ะกับสวัสดี嗨，一部上嘅物件講我聽。OK，阿邦呢normally是叫สวัสดีครับ阿邦是咩意思？阿邦是咩？阿邦是咩意思？阿邦是你trans 是大波變雜波係。佢大波變雜波誒。有。OK，雜波是上สวัสดีค่ะ咯。你卡สวัสดีค่ะ咯แล้วตาบอสสวัสดีชิวสวัสดีชิว等陣咧對咱講，我對係即係傻虎要來啊，咱甲傻虎講สวัสดีชิว啊，等頓回來。สวัสดีชิว。阿傻虎啊，歡迎啊！啊，真冇聲啊，傻虎。Hello。啊，有啊，有聲啦。傻虎啊，สวัสดีชิว。我講สวัสดี，你聽到未？傻虎，嘿，通話了嗎？還傻虎ของแรกมาน้องเขินนะครับ傻虎อยู่ที่ไหน小虎在旁的，他一这个人，呦，那样。小虎听到，我真冇聽，但我聽你講hello，只聲實冇嘢。小虎嗰啲踩麥個，呀，小虎，閉麥啊，死火啦！嗱，見咱成講成啊，小虎都聽到，一時佢同我講下嚇。แล้วสวัสดีค่ะกับสวัสดีค่ะแล้วก็ตาบอสิสวัสดีตาบอสิขับที่ไหนมาสวัสดีครับขับเดียวอ่ะขับที่ไหนล่ะอันนี้อ้วนไงขับเดียวฮะครับแล้วตาบอสิคุยมาครับ他ไม่ขับ他ไม่คุย他ไม่สู้โม่ขับมาเดี๋ยวต้องมาเดี๋ยวมาดีครับ哦，打波是解吸落去呢，係我解吸起嚟。吸一吹吸咩咯？就波是吹龜嘛，สวัสดีค่ะ他明明叫吹龜，佢薄薄啊。我講都吸กับค่ะจะคุยจะเขา當時報曉嘛就係叫啊สวัสดีค่ะ對。那我掉咧嚇，對，誒，即係安姑講嗰邊來，安姑都冇來。啊，安姑冇影嘅。唔是，我冇影，安姑呢？安姑有可能是伊個即係 internet 比較少少。係啊。誒嚇，傻虎來嚇，傻虎來嚇。誒冇個誒，傻虎都冇聲，我冇伊 phone number 喎，等我看看傻虎講咩。傻虎講，伊講未聽到我人喎，係叫俾佢開 Skype 佢。OK，แล้ว等我講 OK 先嘅。這上頭嚟拿巴黎啊，人，這個嘢做表示，這台灣嘅第幾轉啊，轉架派嘅落去，特別唔是台灣嘅事啦，未使落台灣啦，我都係使落台灣。OK，แล้ว當我哋講咩講出吧？講手我啲安姑，我冇安姑嘅電話喎，我冇安姑嘅電話。哦 ，OK。一下แล้วก็係咪個教灣個？個係咩啊？Good luck 是叫速啲。係咪啦 ？Good luck 啊 ？Good luck 是速啲นะ ？Good luck。速啲啊！我未記啦。速in啊。Then 速啲啊，唔係速in啊。速in啲 passport 都咩貴上地址咪是速in咯？
闪電鬼發生。有 common 一個 word 是一個人講嘅是 take it easy，take it easy 是ใจเย็น係咪開呢？ใจเย็น，that means take it easy。哦，我冇咩聽到你講喎。冇聽啦。冇咩聽。你講冇咩病？哦 ，OK。講咩啊？哎呦，你字 word 所冇咩有個了本啊？幫西。幫西掉要緊咩？幫西冇掉。幫西幫照，幫西冇掉啊！一冇掉，一啲幫西點解咁講？咁呢，我講排空男去toilet。排空男咧，你排空男幫大變咗太冧外。上地嘅吊住人嘅啫。我知，冇你話只是吊住班就上地呢好看。唔使啦。係咪嘅？阿龍講咩？因為真係咪咕有上壞咯。咪咕？咪咕都唔記得什麼啦，真係。咪咕啊，唔知。咪咕啦，你係啦，吸咗啲後尾就是變上壞嘛。你係後尾吸咗是。係咪咕？冇啊，咪咕我唔知係咪啦，但有你，我是差唔多成學嘅，我成日激開，人叫激化主，有人叫激開。哦，係啦，成個吊住話啦，吊住話是激開嘛？激開咯，有人叫激開 ，and then 另係咪啊？嗰你叫咩啊？Graciela 嚇？叫咩啊？涼粉。OK。叫咩？涼粉啊！傻虎收我啲超。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ะ等陣我 repeat 教各位聽就講句手啊即係阿龍 repeat 可能聽講係真係吸啊你คุย打波呢可都會冚呢สวัสดีครับ所以咪冚咗吸落嚟成個你我係吸到邊你吸嚟炸波嗰時คุย嘅สวัสดีค่ะคุยเดียว嘅依家คุย緊波曉咧就下掉嘛สวัสดีค่ะ知冇？所以咱特別，咱是沙瓦啲冚嘅下，咱是沙瓦啲冚，吸，沙瓦啲冚，沙瓦啲冚。咱個牛夾嘅嘛，咱嘛สวัสดี夾咯。สวัสดี夾啊！我講聽你是不要講，明明叫什麼，你不要講，你後尾一頭係，那級佢就變咗什麼嘢係。你會唱你不要講，但係咱講咩不要講啊？咱講咩不要講啊？唔知啦。You see shit! I just post。放西不要講。Sorry，想得驚。我講你啦，等我你學我呢電話喲，我咪是 coffee 啊，我 copy 啊喲，我唔得，因為每話係 link 上面你佢 live show 啊，我到底另外睇 copy 都 copy，我就 paste 電話自己嚟搞 ，sorry 啊，你真係我搞下邊啊！哎呀死！我不好意思，我他媽有梅花，有梅花你等唔是有梅花你 live show 嘅 link 下面嘛？因為我直頭我特別另外一個 computer copy 啊，特別我特別 Skype 特別另外8粒 computer， 你有啲學我啲電話，但係我 copy 起來嘅時候，我未叫我就 paste 電話就記得 chat room 嘅梅花 ，sorry。我哋冇嘢你。哎呀，死啦！你搏別來啊，或者哎呀死氣喘氣係個，死 sorry，即係拍攝，我嗰陣時你上地電話哈。我唔想拍劇啊，直接諗拍劇我活浪。我插咗個爸爸就嚟講下。你未同我拍你乜條女咩？
冇啦，我冇掉你。哦哈，特別那是我等我講什麼聲哈？各位聽眾，空談聽聽猛拍這電傾話啦，級啊！我冇得活浪級啊！有活浪啦級，唔通拍可以電話啦級啊！電話得講，電話得講，電話十個人嘅電話有咗嚇電話。我唔知喎。誒，這個吧，你上嚟講，你有幾年變覺得都唔係㗎了。你不要講幫曬本數，你不要講幫曬。我話嘛，你話俾佢哋乜嘢嘛？你冇貴，我貴那貴只冇幫曬啊，你。你搞個字幕，我貴個十倍嚟知啊。冇意思，咪抄我呢？嚇抄我，你抄我教我抄我。抄我冇喎。哇塞，我曉，不聽。幹你那個級。幹你那級。哎呀死咯！我先估冇落雨咩？我見你頭先落雨，梗係特別蝕超啦冇。我夠講成話冇英語都制喎 ，because 而家一開始 email，幾 email 啊？九個 email。more than that 啦。3000幾啊 ？more than that 是30幾嘢。30幾嘢。話冇實驗，話冇邊個驗？嚟啦，驗過啊！我冇是驗是你一噸啊，一去落關嘅。一噸過嚟啦，反正你也話冇實驗。好悲嚟驗嘅就諗住真係選完過，應該冇辦法啦，我想。你講好我咪是只字，講好我幾驗落你啊？講話有悲嚟本。悲你啊！你講緊係咪福建話悲你咩？福建話係悲你喎。哦，我唔知喎，你冇食泡麵曉咯。我覺得華語係私你㗎嘛。嗯，誒，你個等陣，上人唔是，我俾叫這山虎嚟，咁樣講隻特別即係本地那級啫，講山虎嚟咁樣報告啫，那級。那級啊，真正係一個啦，一個叫做領嚇。即係假使一隻唔是講笑嘅，嚇，咱聽條注意聽，那級。OK 有幾日你自己一驚咯，唔係講係咪自己時間會好學了，咱會聽眾來嘅咗。嚇，所以有幾日了人會即係學制嚟啦，講究竟係咪自己好，後邊有努力自己啦。嚇，一個是講。入4號咯，2個月入4號。2個月入4號是嚇，迄是初幾啊嚇？拜六是初7啊嚇。初7了。嗯。因為咱用嘅呢是初4甲開門。嚇，我未用嘅點啦。嚇，但是伊頭嘅時候你真好，伊講你初3啊，咱用呢1來開門。嚇。所以係寫咯，唔知同要入1號嚟講。無20號初3呢是會啱無本啦。若想大家聽眾覺得感覺講20號應該了會來，咁啊開始禮拜會全部叫頭都開門咯。係咪21號呀？還是20號？20號哦 ，OK。啊，若是講個只濟人講俾20號啦，20號是初幾啊？初3。啊，若是講讓拉薩，讓特別去，特別我嘅 OK，讓特別去，讓但是聽到這個話事了，這個錄音嘅時候把嘢事，讓特別看咩變去我哋網頁邊咧學緊.com 為後，看咩去寫你講咩你看讓就這樣會來了咋？你講我聽講20號較好呢，還是24號較好？24號是拜六嚟啦，然後20號呢是拜2。第初3啦，要提供昨晚我未對啊，同佢蝕啊！你拜2是初3啦，20號。咱講幾號就嘢啦？20號，若是講啷個到底邊兩個啦？實際講只兩個到底邊兩個呢？啷會來20號呢？往到用叫20號無法度，特別叫頭嘅所去開店好玩啦。
歹勢，我是講歹勢啦，咪叫伊開20號嘛。所以若是講，若是無講真啊，濟人講20號愛來講咧，我就一頭到啲拜六個做了20幾號啊？4號，14號啊，14號個做。所以各位聽眾，攏特別個一道去去揾幫伊嚟comment嚟講，可能喂，即20號就濟人會來，但是做啲20。貴人會來，哇！就講拍你刀，當然你現條聽眾，你現條聽眾，當然啲聽條4人是一，讓4人一啦，使幾時會來？真係即有一個人啊，講 Andy 就是講，good I'm also in Penang that time 是幾時？但係帶時係咪帶嘛？我攞個攞嚟帶嘛？講我聽就係攞個很屌條聽眾去 respond 就係到啲喂即係 Skype 嘅 chat 嚟，啊冇到時到啲你 live 嚟，咩實講就係喂 live chat 嚟。所以講我聽個人嚟啊嘛，個人就講話咯幾好。你話是攞當然是聽屌嘅聽眾咧，到直頭去即係我幫嘢嚟 comment 嚟想可能幾時。阿杜迪哦，阿杜迪是，所以講唔對，講你正名出來，我嘅是睇。你是是咩個啊？你一次得下即阿杜迪是，伊講到真正咧，佢真正都是掉70個走啊，即係阿杜迪唔知。所以當時聽路人咧，當見咩阿龍是無限對啦，無法度即係呢上機咧，唔係上機，上地機。上地機咧，上地機。我騎山啦，我係特登，我點我騎時走啊？哦，所以你是啦，實講騎山，老師我20號做你嘅嚟啦。10號嚟啦，14號我別啦，我就走啦。你走到邊咧？走對去上地做股。我細個，我對幾多歲？哦，話如果走落去，有個走去上地啊，或者碎咯，你看。你唔是攤借飛機嘅咩？唔是攤借飛機。真條走。冇嘛，我到愛住到 KL 嘛，當然。咁樣。所以我就對起叫出那部物件，個估計美國咯。OK。So 你是20號啦，當然所以那是各位聽眾攏知道，其實要去呢度攏知講攏其實該來，即係我再講就係外埔人啊，本是到對去I think 傻虎啊，即係成個紅菇啊，人覺得到啲新加坡啊，是到啲吉隆坡人，我看佢基本是。沙車山，車山嘅好咯。是講拍攝一頭嘅數，特別唔要叫我佢都拍廣告。拍緊狗狗，拍緊狗狗啊！成間你即係你個比我狗狗你滾得格嘅你邊你狗啊！所以真係是講讓拉薩卡濟人要做20號呢，讓到會使到20號時做。那是講咩下個？同埋那是講咩下？傻虎講就係個，那是到做殺到嗰啲做嗰啲，還是讓被搬開做？那是講，那是講到車山啦，就殺到嗰啲做咗咯。我車山殺到嗰啲做咗啦嚇 ，OK。較型啊！那是車，那是較濟人被。OK， 咱無講要做咩個，等個人講就要做咩事。哎呀，寫上地說是落未成嘅啦。或者那個就會落不出，當然這裡看要緊啦，這咱這裡傾著，咱變得學見 gathering，那級係要緊。你係當講咱要做係咪？這裡傻虎你使背嘅人講者啊？你使就 OK應該是來做呢啲是一個 workshop 咯 ，podcasting workshop。然後 podcast 等你講嘅時候好啊，我記聽啫，聽啫。因為我未記，一粒咕嚕未記，我面只只記啊，別可能一人一粒一半。我嚟 workshop 咧，就是要教人按照收聽變嚟學嘅咧，就บอก咯，就是講你不聽過，你唔使來啦，嚟做老豆老咗啦。
我是要教人安怎收聽我人邊啲學嘅節目，แล้วก็是辦理 podcast ไม่ใช่啦，所以我哋到底จะ會講名未哈 ，Vincent？ 哎呦，shit！ 阿傻虎，我係教人教乜咧？傻虎，我使講名，你公司名使講未？係 OK， 所以我企你 CG Computer。感謝頭家嫂即個好玩即係用嘅地方，好用嘅所在啦。你一時所以我就俾其 CG Computer 係會做即係咩啊？得一間 branch 係呢一間 Hardwick。我其Hardwick 嘅會做一個 workshop 啦。你就嚟聽咧，你就學看安怎收聽，แล้ว佢使學看安怎安怎，若是你要自己做，你自己 podcast 安怎做。then 個有我唔知幾時學過啦，有可能到底還是若是到你上自己做過啦咧，我是到底係 workshop 了我做 recording 嘅時候，到底 recording 嘅時就是現條跳啊，嗱個係 iPod 啊，攏怎麼看到？到底我 website 有看到。Apple Shuffle 咗Apple Shuffle 嗱，我覺得試睇到頭路嚇，喺大樓頂，我冇下到啫，我嘅鏡我唔知係放幾期，我 order 咧我被開一個，伊後尾 engrave 掉 I love 邊咧學緊 .com 嘅，嗱講我咪彈喺入iPod 呢，我特別係現條嘅料啦，所以現條料嘅時呢，我係嘅就讓我把自己講聽咗參加，即係講我咪 join 呢，我咪彈住啲 iPod 呢啲卡字是特別 key， 我係 workshop 嘅是喺你邊咧學緊嘅 recording 嘅時，特別係 CG computer 嘅時候，我就料喺啲 iPod， 但是你參加咯係我名接嚟呢啲我料彈落名咧就彈住 iPod。OK，then 喺呢度是 workshop 嚇，你一入去講傻虎，所以你講啲名出嚟俾佢。OK， 你即係你講緊了咧嚇，錄音過了，我做一個電腦嚇，電腦唔做啊，電腦下掉電腦下掉，是這個是被 computer 唔是被機械。所以所電腦咧，個會解釋咗啦。我未得掉過嚇。即係不只是我甲老講，攏個到底咧網頁要較注意啦嚇，特別你要講咩物件，對，即條類啦，但係佢咧 CG computer 免類嘅㗎了 ，CG computer 免類嘅 ，CG computer 嗰是free of charge 啦 ，FOC 嘅，攏嚟就好，嚟個彈 iPod 嘅話一人，了，即係佢呢套你電腦搞是人家另外，我甲報告啦，搞是，對，係咯。所以我當然要緊是會再講，所以我再去有 workshop 是 Apple 啦，嗬，個點半鐘，你喺 workshop 了過，係穿了到 start live show 過啊，是啱咩？是我就去知咯，我冇即係confirm 到一間個啦，所以我是再掉，是我個人報告。我一收聽就掉一邊咧學見，特禮拜特日兩日都係知道隻外網頁啫。對。你傻虎真好啊！傻虎啊，我只咁當啊！傻虎佢教我撞頭撞妹。會行嘢啊！對住，行嘢做阿公，打毒啊！行咗做阿公啊！OK， 所以咁什麼發生咧啦？如果係老掉嗰陣時，你會參望講出嚟。講個別了，你背一隻閃地。哎呀，唔可以免閃啊啦，知道閃嘅死個，我未講未掉咧閃嘅物件。我是要講一隻物件嘅閃地物件，是講同佢即個gathering 物件時候，唔係佢了時能夠講幾行。嗱，是講一人講一行啊，你會記關係個你閃地物件故事啊，所以下面又好，你有下面嘅講呢？嚟啦，何是阿龍講成，阿龍佢搞。我到路搞，我見到隻人啊，聽人講咪都係物件㗎了。我覺得我知道啦。他大聲淡薄嚇阿龍。我做教會即係上人嘅嘛。你真係啦，應該學啲波。是，你計 Skype 了，你聲直直對喎。講過。我做緊嘅會真係入壞人啊嘛。上人嚇。因上人因阿摩剪得菜嘛。係咯，我知道我當下超隻人做物件咯，嗬。講下大聲淡薄阿龍。
我知道，我台灣少一個上人嘅個力做物件嘛。當數。因為啲電當數就當數。係咯，因為啲電話會做咗物件咧，講頂啊！係咪講佢我冇聽到。誒，係咪頂？啲講話裏面是咩嚟嘅嘛？講佢知道我冇聽到。要死！我你講係咪應啊？還是我在面頭去講下一個後尾一句。對，伊後尾伊講頂啊！我頂你個肺啊！唔係你頂你個肺啊！頂咯，頂啊！頂。過嚟，伊是教我講頂生。哦，你講頂時候咁時候喲。我頭先聽我想以咩話就頂啊！伊無開咩？伊無頂啊啦卡係咪？冇啦。你有時你時候你想按照丑路呀？啊，我想你丑。頂你啊！哇，這個真錯語嚟啫。你有個啊，上地間呢？上地間佢就係告訴嘛，講自己就好啊。我未告訴啊，告訴是冇啦，冇咗一次啦，睇下直接嚟睇兩條，直接嚟。你是唔是阿莫車？係我談莫車。阿莫嘥未貴啦，講十步九句講阿莫話，你一時嚟講。你好。就是愛來參加，愛去到食物件，normally 伊人問我，去到食好食啊，我講 OK，來食下物件，去到食咯。你去到落去到落特顯啊，去到，you know。看食烘。食烘啊，去到食烘，到落有通看 elephant 啊，看個刀，大條。跳個刀是面白呀。白呀。所以我咪介紹人咯，我朋友做係你旅遊社啊。哦，旅遊社啊？嚇？旅遊社啊？旅行團。OK，我係介紹人去過你看咯。都有時朋友，啲人我 every week 冇係朋友from KL 嚟嘅，所以人嚟啦，有人就講話，到落去到落食睇見咩？我有一個朋友從新加坡教，有一個從台灣教。你講 OK 見咩去食胡翅，都 OK 咯，食胡翅咪去 China 想食咯，都介紹人去食咯。安尼，一上帝告訴你係咪？上帝告訴啊！你無想講，你頂到阿未去做工嘅事啦，你到啲邊啲事你不去佢上帝哦。我就未去嘅，我about 攞嚟過去到holiday。去做咩？去食物件啦，你食物件好食嗎？去食咩？食雞哦。傻虎未打，傻虎大把時掂硬亂袋未打。冇啦，去食咩？去食胡翅啊！就是物件啦，because 因為冇錢嘛，去食咩物件啦？你去到一間去食？我自個食見路邊嘅，像個一樣嘅粿條啊，一樣嘅米湯啊，咁就這樣嘅。是唔是？伊米湯是唔是嗰攤係咧成韓椒粉咧，韓椒乾咧，薄個粉咧啊？對，韓椒唔是韓椒乾，是韓椒粉嚟。是咧，唔是韓粉。嚇！一係咧是係個湯落咧嚟食是真好料嘅，特別食崩曬是食崩開嘅咧。係啦，都冇關係，所以流曬嘅。係咯，是咯。我頂到是關係啦，是講我當然都去食安尼攞，就是崩炸彈。靠近笑。啊，對咯。我你去食是你是去搭一位食，搭一格。我一格冇睇食嘅路邊。我知啦，我知啦，你去 Bangkok 噶，是去合野，還是去搭一格？Bangkok 咯。哦，你去大擺咩去 Bangkok 啦？我聽到是我去迄個亞拉，亞拉伊
伊甲路邊我食伊個鹹伊個 seafood 誒咧放工誒海鮮啊，喲死白好料，即個要蝕去。伊係啊，死白大條呢，大肥肥，係多隻哇，即個我未當啊。啊，是大肥大肥，大肥。在那當有話啦，日本是點樣嘅？我在那當係邊高本在那當呀？哦，真係 famous 是在那當。哦，你誒，住，但我是傻虎嘅先啊。嚇傻虎。嚇，依個人嘅厝人嘅講話。咱個時呢，咱是2007年是個巴黎亞來上個烏里馬茶，啊咧，我只想到得幾好。講到物件啦，迄個就上地嘅，伊到啲病國嘅話，基本上有人炸彈。哈，對，頂節是到啲客家是期待嘅。其實是講客家到啲期待只久嘅事，還是冇你最近？馬路有冇頂住你讀㗎啦？哦，我唔知喎，講聽。佢直接31號嘛，我諗做New Year celebration 嚟嘅嘛，有被落炸彈啊！哦，而家我唔知喎，死啦！聽講有一粒啲 shopping centre 頭前會爆炸咯。哦，人着傷啊！有內死咯，哎呦，這啊！是啊咯，聽講唔是 ，because 我諗就講是，伊產到附近嘅物件嘛 ，actually 唔是咯，伊是聽講是成個伊嘅 ex-president 嘅 prime minister 嘅按怎講啊？伊特嘅伊嘅馬仔嚟做嘅。哦。好似冇咁運嘛，冇咁運嘛。好似佢日後所我諗都唔敢出門啊！佢講，喂 staff 講講，誒都唔出門啊，because 佢日是 children's day 啊 ，children's day 是伊人地波個帶，係伊拉出去 shopping centre 啊，去白啊，去行嘅嘛。所以講都唔係啲人嘅地方，嗰啲人啲房冇。都冇咁少。咦，咪是驚咯？有人驚啊！嘛，我對我係講做驚咯。你時間夠就係你時間夠，你唔係你驚到咯，你唔知喺邊度落嚟，就你驚到咯，百分之人死也無法咧嘛。少少，唔留到厝用把刀落就唔坑。the plan 就係而家สุก係炸彈啲係你。bắt茶頭去，你bắt stop去啊！哦，嗰時件bắt stop 咯，bắt湯啊，bắt stop 係咯，嗰時。呀，今日你都冇坐巴士嘛？你用走嘅嘛？你冇坐巴士嘛？我行路呀，我行路條車呢？你到底邊撚行到去個啊？行到去美國啊？真正是啊！你走到去美國你講。幾多錢？你走到去 KL 城，你一個後面咪咁冇啊？阿龍。誒，我係記講上地是定到是人食人去即過去，你到底係咩啊？係 police 哦，人過吉打是 police 啊？police 人嘛是過伊個過介要去打掉，咱去你介要去打下俾嘅時候，咱嘛是伊，你係記講，但我可能幾回啦，定到當今咪真係冇啊，你用到底你去咧過關嘅時，過咧 custom 嘅時候。一隻字，你就冇見那樣，夾隻拿咧俾你正機咯，擺你叫。講首先啊，我對冇有過啊？對冇有過，用抓把就係會哈對。我好似我見只。好似伊拉嘅正機就嗰隻啦，只卡係做邊半嘢，因為做邊半嘢好似係有睇過嘅。嚇！特別冇你叫阿老闆做講計了嘛？你上機要上機啊！你上地正機啊！因為伊個計了嘅頭款，伊到啲個卡呢開了嘅嗱。誒，咪咱講到嚇，講到正嘅。上機啊，係嘛？上地咱就講到上地去上地，就是嗱頭一個無插入你頭腦較歪淡薄人，就是上地就是去叫機，是唔是？是咯。誒，我是零時陣，我當我背啲嚟，我從 KL 嘛，我 KL 嘛，所以我咪去家電買物件，我嗰時候去鬧聽嘛，咪去買 fax 就說，那一班 uncle 就。衝入嚟就呢度，哇！特特你冇叫呢度，你講到嘛？你兩個你就話你劈嘢就係，Jumbo bag，
就冇第12裏面有10嘢啊，我就真嘅。嚇了。呢個係 uncle 自然俾我壓咗，我正想哇，我諗其他都冇quyền責俾我壓啊，我咪是未行落去先嚟。冇啦，有可能有時去做生理佢個好嘅咧計了去賣。即係講我馬來西亞嘅朋友就大輪就貴嘅。哦是啊，即係所以再講隻人冇用嘅啦。就係你啲好味嘛，如果特別咩不你做生理你食嘅。哦，係啦。佢嘅落嘅落嘅。哦是咩？誒上地我做我做啊。嚇，你做咩？我做做古米這邊嘅嘛，對咯。咁就嘅我做就我係頭先講似隻字，呢個伊斯蘭嘅咯。你阿拉伯人啊，佢就落嘅嗰時，大家有時有咩？阿拉伯人是做咩？阿拉伯人是去叫雞家是，還是去做鵝龜頭？呢兩隻兵都靠我哋識叫阿識啦，即係阿拉伯人做生意本嚟。阿咩做生意？ilang lagi uli kuih sendiri dia orang BA lah BA. Oh ha dia. Karena dia mau kuih karena itu. Kuih restoran kan no. Nah ni ngam cái điều kia pun chỉ nó chỉ kia. Nó chỉ là hotel vậy bapak nó chỉ biết chỉ hotel trong Grace Hotel mà. Rồi nếu我寫的士啲廚師啊，的士就講嘅，你去嘅 hotel， 我冇啦，我唔去嘅 hotel， 我點啊拍出？你啲嘅。tapi hele Arab人又唔是冇做佢哋成年啊？呢兩冇做成年啊，但係我看到嘅是佢都是解啦，阿拉伯人先啊，做嘢咯，大家做嘢咯。有你集幫嗰陣嘅時就到落嚟，呢款就冇成個泰國集幫嘅。哦，一個另外隻泰國就出名就是佢哋 Pandan Show 咯，對。啊，是咯。你到底大陸嘢我未記。呢隻出名嘛？Asia Hotel 咯 ，Asia Hotel 嘅 basement 嘅位置嚟叫 Tiffany Show 先出名。我冇去過啊。我冇去過，叫係咪Cabaret 啊 ？Cabaret 度。對，我冇去過啊。我可以叫佢打波嘅人鬥。跟跳舞，你有講？係啦，特別冇我看咧，就話對面做 Pepsi， 我記咪做 Pepsi。伊 announcer， 伊就冇喺地硬嘅，係一間啊，伊硬化啦，咪做 Pepsi 都有。有時我舊我朋友去嘛，點解我舊隻大伯朋友去就我講Pepsi， 就不但我會做到種意思，就是我做隻 show 叫做 Diet Coke。我叫出來 Diet Coke 出來，背把要出來咁樣，或者 Diet Coke。下面隻 Pepsi 咧是特播 announcement， 特播一部有講阿莫話啊，實特晚係你去頂呢個肺啊。你講，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Pepsi。哎呀，未得讀啊！或者咱覺得甚地佢都被落過啦，當佢落架波湯西呢看，爽好咁見。我哋陣間就講係嘛，所以點解你講上話我哋又講啊？特別話見或者講啦，你未去學啦，係啦，或者咱人嘅聲。咁啦，我係隨住你 friend 嘅後講上話，都係嚟夾埋個影我。係使。即係你都跳落嘛？跳落講冇嘢嘛？是手個巴頓喎。手都冇影啊，手都走嚟走去啊。我係瞄意係，我未瞄意嘅喎，實是。แล้ว那是或者咱佢嚟佢落佢知道啦，咱這是半閃半 gathering 嘅即錄音，然後或者是咱個真你去吹你以後講上外嘅朋友啊，嚇，咱個係 Skype 嘅，有可能或者你去時候先你去吹你 broadband 啊，咪用隻拍機嘅啦，加機，即係上地，特別你用電話唔使啦。
但我咩使？上地鏡呢是伊用你加起 dial up 嘅你 connection 啊，所以加起，喲4塊啊，用5塊啊，我跑路6塊啊。OK， 我冚路啊，感謝啊，上地鏡或者拿那個落櫃哈，假試試啊。上地鏡，你那時都俾 continue 聽你 live show 那個老掉咯，老掉去你我朋友去訂嚟聽下哈。OK， 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啊，佢剛拜拜。OK， 我愛攰咯，冚一冚，7塊我拍，是上地。特別咱講只股嘅事啦，點幾正啊？冇40分鐘。OK， 當今來個 remind 一個上好咧，上好冇講到個上地物件。我講話上地，唔知講唔知不知個講下呢？我是remind 啷只歡呼啷個知道啷會記起我朋友為一個 show 嘅 comment 為寫看啷會20號慶祝，咱邊咧學勁嘅啲個咧嘅 podcasting 嘅 workshop 呢，也是會到啲拜六24號時個嚟慶祝。20號是拜幾嚟下所好20號是拜2啊。20號是拜2啦，拜2嚟講，若是講各位個到啲外鋪隊嚟幫嘅，即係只幫嘅個有啲呢，即係就麻煩頭嘅數咧，特別去開門後我人，若是講 A 嚟講呢，一往到20號做，若是講 B 嚟講，派是 B 嚟講呢，往到特別24號拜六嘅做啊，4號小別去，所以讓一記我幫友講啊，20號還是14號。20號還是14號，警看，你讓講下處要來，處有興趣要來呢？你若是想講你較濟會來呢，你就看咩去網友會行啊？我要隨看人頭，就我要去店或者餐館，你要講，該講幾人頭對哦，傻虎。對。你 even 都你 workshop 冇可能是講你要來拍攝來 workshop，那個講你 time 時呢啦 ，time 時個早起我是講1點半到3點做 workshop， แล้วแล้ว是往錄音4點到1點半到3點半 workshop， 不，係咪啊？做了1點半 workshop， 有4點3點半。錄音錄音咯，然後唔是，所以唔是 Q&A 個。對，嗰隻 Q&A。Q&A 唔是 Q&A 就唔是 Q&A Q&A。Q&A 是 question and answer， 你 question 我 answer 你啊呢，你有時是你是3點到3點。3點半調4，到3點半到4點調4點到5點是錄音。對。So 你 after that 4點到5點咧啱咩？是有可能只係幾點嘛？幾點6點幾安尼可能差唔多。6點幾7點咱就去食，你是另外一位啦。所以是你凊彩你有興趣到一個本好下，你是去我網頁講我哋啊。對。你免講，你要來下面，你免講。若是你愛嚟講，你使講特別，你要緊是要講，你要20號呢，還是要14號做？你較要緊好爽好哈。對，你較要緊先。所以你講下個禮拜是，若是講我若是無機會錄音嚟講，有可能是我甲爽好呢。你講個錄是嚟 update 嚟個人講就先咯。若是講我知影較濟物件。所以阿龍拍生你未來吼？未，代表仲有講我日嘅點解我就背咗去看嗰隻咯。好啊，你若是我有 WiFi 啫哦，我可能 WiFi 跑咯。若是講你冇未來啦哈。我未來話我度點解等發跑啊？係，所以你係點做 live show？係，係 live 嘅人啊，當佢要7人聽啊，是就嚟。但我去看我 website， 但我叫人去我 website chat box 講一個無記，冇人啲大家好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咯。會記得這禮拜唔是上帝所講，即叫做半上地。
半閃地，啷安怎有寫閃地啊？等人字教啊哈，講我聽啊。我寫咯，我帶我。你冇你 email 好啊？你帶我是保險，你 email 嗎？email 啊，半閃地啊，那是今次老師聽講半閃地即個半湯西嘅戲，你一年啊冇做啊，好，07年是 start case 啊。你 engine 上冇咩油啊，冇咩驚。你一時叫你講你台灣嘅地氈地磚，個地磚個磚就磚嘅卡轉歪起時，你散噶啦，未燙噶啦，希望我接落去小鬼落啦嚇。OK， 今時啊，各位收聽啦，今時我哋嘅特別嘉賓都是閃地鏡，唔是閃鏡啊，閃地鏡。แล้วก็M嘅阿龍博士先生，แล้วก็話。一刷胡，第好了刷。我講聽做乜事對好了就刷胡教我鬥下手，一做噶啦，已經每好啊，你會啊，係咪所在啊？你陳冠係咪噶啦？佢講好話都就感謝我刷胡真多謝。應該。你在做乜事？係那刷胡咩？你是瑞尼嗎？就是咯。啊，咩？你是刷胡尼嗎？你刷到呀？不是刷胡，我12歲小時咧，邊你學見你12歲小呀？12刷胡，教都冇人知嘅。你是咩？人家都冇人知。你唔知咩？你冇聽我嘅，即係博緊咩？我前日我 miss 我同你講我前面download，有個未download出我架機我出現咗，出唔知我出晒我未download。哦，等我看，這裡畫出來嘛，等我去看，這裡向落畫出來嘛，我咪是鄧人嘅，你講話一出二句，你講你平常啦，你講，你講你平常咧，我講你鄧人嘅，我講你是邊嚟福建嘅，一出，我是你講個了成，一出二句上我先同個你落咗出咩俾有90幾就係92度，12度冇對人走。你咪跳佢咩？12度冇對人走。冇啊，特別教上好問題咧。有啦，上好我講聽上好嘅咧，上好嘅是，往這邊咧學嘅嘅成小時一線堂，二落，三鳥，四姑，五條，辣椒。辣椒，特別就講到辣就是辣椒，就是潮嗰邊係。等陣啦，各位潮個切碰醋，那個白虎，唔是蒜虎啊，白虎，然後膠鴨，即係隻嗰啲小鴨膠鴨，十一曬。12刷胡，假都冇人知。但係一次12是刷胡年啦，邊啲學嘅真係冇並逼冇。阿龍博士先生，氣喘。OK，感謝下各位12刷胡，假都冇人知。即係聽講感謝。แล้วอันนี้就刷啦哈，即係半閃地啊，把這個來做佢。跪地閃地過啦嚇，跪地唔是閃地跪地，唔是半地跪地。哎呀，แล้ว感謝各位收聽，記叫你朋友去你幫呼嚕嘅，你把金幫我叫去每學佢世界人，佢樣俾來20號是14號來，但是來人講我聽20號是14號啦，所以來講頭嘅所感謝你24號冇20號開會咧，我做20號。一記啊，去幫友呀，邊啲學見.com 為了去揾幫友講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啊，一記去揾幫啲學見嚟講學幾時俾來，感謝啊，拜拜。誒，安怎講啊？再見，呀，再見，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啦ฮะปัจจุบันก็嚟講句นะครับหาดทองคลาวในมองคลานี่ใช่คลิปหลังของเนี่ยไม่ได้ค่อยเธออยู่ซิมาคือสนุกมากแล้วทำเราของนาคำนาคลิปหลังของน้ำไหลท้ายเศร้าโหลครับคือริงโครงกระตุก